救我！哥，終於肯認我啦！你點會喺度？我知你唔想見我，不過你係我唯一嘅親人。我一直都知你住邊，知你幾點收工，知你慣常行邊條路。只不過阿哥唔想逼你返嚟。今晚我本來唔想揾你，點知俾人一路追到嚟呢度。而家出面越嚟越亂，連我都有人想喐。阿環，我身邊真係冇第二個信得過嘅人，你可以當我求你一次，返嚟幫我，唔使幫紅二社，幫我就夠。好，我返去幫你。不過規矩跟我，你啲賬、你啲人、你啲對外生意，我都要過眼。由今日開始，對外同法律上嘅事，我接受。好，你肯返嚟，點都得。放哥，你點啊？我冇事。環姐。放哥，尋晚傷你嗰兩個仆街我帶返嚟啦，佢哋唔識分寸，我已經代你教訓過。放哥，我們真的是按您意思去做的呀，誰知道鐘哥說我們下手太狠了。收聲！放哥，呢兩個廢物搞到你真係見血嘅，我只睇結果，佢肯返嚟，執晚件事就值，明白？仲唔快啲多謝放哥？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，謝謝放哥。阿環呢？環姐一早返咗公司，話要睇你盡量連啲帳同埋外面幾條數，剩低落嚟點做，你知道㗎啦，明白放哥？林明案、冰博案，依家全部指向同一條線，全眉盯住，上頭盯住。你唔好搞我好唔好，陳 Sir？ 我淨係俾你哋1個月時間，1個月之內俾我揾到幕後主腦。查唔到，成組換血。張標嗰邊我親自問，肯開口最好，唔肯開口，做過嘅事都唔會自己蒸發。林面，係你一個人想殺，定係有人叫你殺？我唔使人叫，佢本來就該死。點解？我老婆阿芬3年前喺夜場做事，後來佢發現林薇一直幫紅二社喺場邊散貨，一係飲大咗玩癲咗，林薇就安排人濕貨大貨收錢。林明要阿芬同流合貓，叫佢幫手跑貨、睇數、頂口供。阿芬唔肯，佢話再逼佢，佢就報警。第2日，阿芬就失蹤。邊個同你講？我想飲啖水。嗰個人話林面每晚係。喂，張彪，張彪！